先开始，咱来关心总统大选瓦近。昨昏劳工团体有举办公办政见发表会，是劳工的工。三个参选人拢有到位去讲因的劳动政见。赖清德是强调讲，只要政府伫咧，劳保绝对袂倒。也若侯友宜是强调，若是互伊选调，伊任内会甲基本工资调悬到3.3万。也若郭文哲是表示，国内欠工和薪水低是无应该做伙发生的。伊认为是因为学生囡仔学的社会无下用，所以伊认为爱对教育来改变。漂亮哦！五大工会联合办劳动政见发表会，那6位总统参选人拢有来发表相关政见，但是3个人共场无共款。民进党的赖清德先来提出要打造尊严劳动友善工课场，强化劳动权益保障，嘛要继续提升薪水的水准和劳动条件，建构安全的退休生活。讲政府伫的劳保倒袂倒。我觉得会持续挹注公务预算，让劳保基金可以存续以外啊。政府会负最后的责任呢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政府在，劳保基金就不会倒。针对年金改革的议题，赖清德强调讲，对的代志都要有道德勇气去进行，无选举考虑，会和社会做讨论来达成共识。还有，伊是中心讲，当选了后，任内基本工资会一步一步调悬到3.3万，嘛讲劳保年金改革爱开国事会议讨论，也不要造成世代大家有一个冲突性。所以在这当中，为什么要把国是会要召开，取得社会共识？企业上，我们如何用来挺我们的员工的加薪的方式，来照顾他们更多？这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。每年1000亿的拨股，这还是要拨了，因为不然你这个这样亏损下去也不是办法。那如果有超征的税金，也优先拨进去的，但是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的。那至于说解决，采用开放态度，你知道，就到时候大家来开会看怎么解决嘛。针对国内计薪和欠工的问题，郭文哲认为讲，理论上欠工和计薪无应该做伙存在，原因就是教出来学生无符合社会的需要，是教育出问题。大学应该关的爱关，技职学校应该开的爱开，嘛重新推广从世代计划来改善欠工的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